6月29日，願萬民領受主的福氣。經上記着說：你要認識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氣也必臨到你。約伯記22章21節。讓我哋同來思想經上嘅話，能夠認識神就係認識天國嘅福音。天國嘅福音係世人嘅大好信息，心願人人都有信心與聽到嘅信息調和，並且渴慕回歸神國。不但領受天國嘅好信息，更能夠把天國嘅好信息與人分享，使人對前路有憧憬有盼望。在全然信靠神嘅生活中，心靈得着平靜安穩。這生命嘅轉變，使信徒渴望為主作更大嘅事，不但在家中作見證，在朋友間述說，更盼望可以到那些未聞福音嘅地方傳揚，叫更多人一同起來認識神，得着平安，得着福氣，並要一同宣告：耶和華，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稱謝你，你的聖民也要稱頌你，傳說你國的榮耀，談論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嘅作為，並你國度威嚴的榮耀。讓我們同心禱告，賞賜世人嘅主，面對前路嘅日子，人人都有盼望，個個都想蒙福。究竟盼望可往哪裏尋呢？福氣該到何處找呢？感謝神，經上有話如此說：你要認識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氣也必臨到你。我哋當以經上嘅話回應：以耶和華為神的，那國是有福的；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，那民是有福的。賜福給世人嘅主，面對末世嘅日子，求主嘅恩福臨到我哋嘅城市，叫我哋嘅城市不會遇見災難，安穩喺主嘅同在裏。又願主賜福給普世與列邦，賜平安給萬族萬民，好叫世界得知主嘅道路，萬國得知主嘅救恩。又願普世與列邦，萬族與萬民，得知福氣與恩澤由神而來，心靈穩妥與心境平安由神嘅同在而得。人要發現真的有神，更要起來感謝神，稱頌神嘅名。求主施恩，引領萬國萬民一心歸向全能嘅神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願人人都有恩典，有信心與所聽見的福音信息調和，定意進入神的國。